哎哎该男子身哎，穿一快看身黑红色的这个新闻，举止言行十分古怪。以下是当事人用手机拍摄的视频。宇智波鼬。下面插播一条简讯：昨晚10时左右，在菊花路段，有人目睹一位神秘男子仅用单手就拦下了一辆疾驰中的轿车。为什么二次元的人物该男子身穿一身会在这个时候跑到现实世界言行呢？十分古怪。以下是当事人我就说嘛，就不应该动二次元的结局，这样会动乱的。哎，你不是喜欢宇智波鼬吗？到时候见到他有什么想说的没有？是不是像个脑残粉一样，举着灯光牌，捂着荧光棒，大喊咻咻咻擦拉嘿？哎呀妈，太丢人了，只能装作不认识你。你话真多。谢谢夸奖，我话多代表我表达丰富，学识渊博，社交能力强，智商高，情商高。没错，就是这么屌炸天的存在，不服不行。哎，对了，你这个最近毛孔略显粗大啊。小月，我就可怜可怜你，把我的面膜借你用用吧，费用呢就不从你的私房钱里扣了。怎么样，小月好吧？快来跪舔！竟然真的直接出现了。你们身上的查克拉和其他人的不一样，我想你们应该愿意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欧巴，别激动，冷静点。说起来，尤先生应该是个日本人吧？为什么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呢？因为我们是国产剧，在我们的世界里，中文才是世界通用语，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多谢宽待。都吃到哪里去了？你还要吗？不用了，谢谢。没想到在都解除了秽土转生之后，我还能再一次苏醒过来。所以，我现在被传到了现实的中国。我的世界，在你们的世界其实是一本漫画，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是的，此处应有掌声。你们是必须要消除我的执念吗？没错，就是这样。我叫宇智波鼬，我有些与众不同，我已经察觉到了。我察觉到自己其实是个漫画里边的人物。我到底是个谁呀？该干点啥好呢？哎呀，大黑的佑神呐，咱就别玩这个梗了好吗？我们真的时间有限，来，快跟我走，说出你的执念吧。哎，黑五，你刚刚跑哪儿去了？这位，别理他，他到本命尊激动而已。我不是，只是尤先生，咱俩照个相呗。既然你们读过这本漫画，应当知道我的生平了。当然，尤先生为了保护木叶村免受战乱，你可忍泪接受让宇智波家族灭族的任务，之后又背负骂名，远走卧底，加入了魈，也是怕他们攻击木叶村。即便死后，尤先生也是令都解除了秽土转生，变得生灵涂炭。尤先生对木叶村的一片支撑，实在太令人感动了。可我最后没能阻止第4次人界大战。但是那时候的我实在太过年轻，以为我个人的妥协便是一切。我就说吧，愚忠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我蛇叔，专注科研30年，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逍遥自在。放心吧，有我们在，一定帮你改变过去，重振宇智波家族，当上火影，走上人生巅峰。我想，这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方式了。开始吧。哎，为什么是你戳我？好吧，好吧，来来来来来。想要改变佑先生的命运，
我们就要从宇智波家族政变的时候开始，先打团藏个措手不及，然后再……尼桑，别跑得这么快，佐助。今天陪我做手里剑的修行吧。好啊。真的吗？那我们走吧。哎，右先生，我们今天不是……今天我不能去了。哎，右先生，我……哎呀，哥哥，今天是不是比以前好很多呀？对。妈妈，爸爸，怎么会这样？我们明明都还没……来迟了。妲己，别看我，不是我干的，我才干不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我来的时候，他俩已经翘了。妈妈，哥哥，我这……别看了，他们已经死了。哥，是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对不起，佐助。不，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为什么？我要走了。这不是你做的，对不对？你在骗我！这些都是幻觉吧？这不是幻觉。听着，佐助，我不得不这么做，你不得不离开。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想来找我的话，就要变强，变得很强很强。到时候我会把这一切都告诉你。哥哥，我们会再见的。哥哥，好想狂刷 F 键的我。好可怜呐！可怜什么？走了，快走了！唉，算了，看他们这么可怜，反正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好久不见了，佐助。哥，他是你哥哥。都在就好办了嘛，在这里解决掉主角的话，就可以改变故事的历史。还等什么？快上啊！算了，知道指望不上你，我还是自己上吧。哎呀，小哥别想，我已经变强了，你答应过我，再见的时候会告诉我一切。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了爸爸和妈妈？我还是不能够理解。你长高长大了，哥哥，我会告诉你的，但你现在还不够强。到底要怎么样才算强？等等，我没电了，好像昨晚的电池是山寨的。去他大爷的！小野如此屌炸天的存在，不得不扶持居居，居然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啊！西拜！右先生，没有，谢谢你，非常精美的甜品。不够，我还有。气死我了！我跟你们说啊，这次你们不成功变成人，不成人我把你们都变成死人。还有你，你就不能管那个狐狸精啊？到底还想不想完成任务了啊？说谁呢你啊？狐狸精怎么了？你是羡慕嫉妒恨是吧？老妖婆你怎么来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来了？你们关系不错啊。哪哪里好了好啦？谁要跟这种狐狸精关系好？谁要和这种老妖男四娘娘腔关系好啊？你大爷的！你说谁娘娘腔啊？啊！行了，小白，行了。大姐，你到底来干嘛？当然来看着你们了，省事儿。弱智！切！我还以为会一起消失呢。切！
我终于又找到你了。我知道你会来。这一次，我要让你知道我变强了。他们就这么站着不动，没问题吧？你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正在进行幻术和图术的较量，非常激烈。我承认，你变强了。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要杀了爸爸和妈妈？村里的人都说是你杀的，可我不信。你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我又来。我也想刷 F 啦。醒醒醒醒！怎么了？他们打完了。啊，该我们出手了。哎呦，哎，我怎么伤成这样？什么时候发生的？抱歉，我想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什么呀？我这个。我已经快死了。什么？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切磋人术。有些真相我本想在那个时候就告诉你，可你那时候实在太小，我怕你知道了会怨恨木叶村，所以宁可你怨恨我。上一次我对你格外狠心，可那并非我的本心。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能够好好活着，坚强、强大、独当一面，终有一天超越我。你做得很好，我很欣慰。这么多年没能陪在你的身边，让你有一个糟糕的童年，是我的错。但是，今后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记住，你都是我最重要的弟弟，我永远爱你。为什么？为什么又留我一个人？这终究是我的梦境。忍术。It's lucky。我来取我的眼睛。才不给呢！等等，怎么回事？怎么变回原来的剧情了？之前我们看到的有虚构出来的画面呢。哦，哎呀，哎呀呀呀！陆先生，你怎么样了？我没事儿，只是没想到我没有死。我们有3条命，虽然被小爷浪费了一次，但是你已经死过了，也不至于再死呀。所以刚才是怎么回事？谢谢你们，我并没有什么强烈的执念与愿望，也并不想改变什么命运，只是我唯一愧疚的，就是对佐助。能再回来陪一陪他，陪他练习当年未能完成的手里剑，我也就很满足了。我们不是来带有冲着宇智波家族当上火影，走上人生巅峰的吗？这样默契真的没有问题吗？时间有限啊，大黑。又真的好开心呐！什么时候我的手里剑能像哥哥一样厉害就好了。总会有那么一天，你会比哥哥还要厉害。不可能的，不可能超过哥哥的。我只要能像哥哥一样厉害就好了。好啊，那再来练习一次吧。可我一直在练呢。好吧，好像真的很开心的样子。尤先生，簡単に言うと
この警務部隊を組織し設立したのが内派一族の先代たちだったらしい。这次任务做的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果然还是因为任务对象太强悍的缘故了吗？又在原作里本来就是个影帝级别的人物，根本不需要我们的帮忙，好吧？弄得我们存在感都降低了。要我说，我们就该选宁次来做这次任务的对象嘛。身为日向家族的天才，白眼的存在感完全被屌炸颠的写轮眼抢光了。明明一副高冷、男神、严正的人气设